过来苗栗的消息，有一位83岁先生啉酒，驾车驶去伫高速公路，而且伊个逆向，将下弄2台轿车了后，搁去弄护栏。这个车拢已经弄甲害溜溜啊，也唔停车，也搁继续驶。这个警察乌烟去甲砸车，硬甲伊位车顶救落来，酒测达0.22，伊竟然也唔知影家己逆向弄车。透早4点外，高速公路落大雨，警察车陈经理4顶停伫路中央，大货车嘛驶去内车道断点，最后是要砸头前这台正向驶过来轿车。大家希望，轿车玻璃拢起雾，看无啥有，原警拍开车门，将驾驶甲丢落车。我听不到。你塞逆向啦！啊，你塞逆向啊！我逆向哦。驾驶茫茫，还有酒味，针对伊正向驶上高速公路，敢若拢唔知影，而且伊被砸落来进前，搁弄到2台轿车，造成一个女驾驶受到轻伤，后来伊搁自弄护栏。红蓝酒测值为每公升0.22毫克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83岁姓平老先生啉酒驶车，搁正向驶去咧高速公路出车祸，然后搁连弄2台车，车弄甲万拢落去啊，搁继续咧驶，所以讲刑罚伊上悬12万块，吊牌2年，而且牵涉到公共危险罪部分，嘛要被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